为了加速新北县区合并汤啊升格，民进党立委的位置开始就顾这个轮流顾议场大门，前后有4天3暝，确保这个地质法的修正草案伫今日会使顺利交付委员会审查。果然透早7点的时，议场开门了，民进党就呢随送案，搁排入头一个案。民进党立委党团这个党调这个郭启明表示讲啦，进前总统就伫中常会讲，伊呢代表这有级别性，这毋是干那新竹的代志尔，讲这是国家的政策，拜托大家爱团结，爱支持大新竹合并过关。今日总统阁特别送豆奶为这立委的加油。伫开会过程中呢，国民党团总调这个费鸿泰呢，阁带这个南营立委冲去主席台，和立法院长游锡堃、秘书长林志嘉不得不退去边啊。民进党立委王美惠占伫好位，国民党立委郑正乾、林维洲嘛客伫咧台顶，甲立法院长游锡堃客伫咧后壁。工会的林维洲一直比台下的立委呛声，郑正乾拿杀拿弹公文，两边拉起来，佮摕证据讲民进党团要甲地质法让过委员会审查，直接交付里头。才把总预算进户2读拉回来委员会审查，今天又来玩这一套啊！你们是怎么样？进户2读过上瘾了是不是？闹热伫咧议场杀来杀去，议会经发动起来。不过为着互地质法会当紧摆案，民进党立委早就已经伫咧议场门口就4天3暝，总统蔡英文马上早顿来跟加油。这样拄好10点左右，拿了两党伫咧玩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来到立法院。整个国土重划的事情，绝对不能因人设事。今天为了一个个人而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是不是整个立法院应该定下心来？朱立伦讲这话，敢若是想要讲互伫咧议场的民进党立委听。不过，民进党团伫咧总统蔡英文表态后，立委对地质法的态度理念更加相同。那样想要互地质法草案会当像总预算案同款，送回委员会来审，恐惊个用真侪功夫。